返到咗之後，麥兜開始學煲湯。佢話煲湯唔難，難在慢，難在唔可以心急。蘿蔔唔可以切得太薄，會煮爛。火要細，唔可以滾得太快，啲味會走。佢每日煲唔同嘅湯，有時候係番茄薯仔，有時候南北杏雪梨。總之係佢記得乜乜鍾意飲過嘅味道。朋友問：你煲湯係畀邊個飲㗎？麥兜笑住咁答：自己咯。但佢心入面知道，佢每次試味嘅時候都會諗起嗰句：你煮嘅湯好似有少少進步喎，但仲爭緊啲嘢，唔夠甜咯。所以有日佢終於發現喺雪耳入面加咗2粒冰糖，然後飲咗一啖就同自己講：好啦，而家夠甜啦，但係你試唔到嗰種味道啦。